其实我昨天主要是针对这些中天的员工的生计，我们认为说，其实这些员工其实都是非常专业，而且我昨天也特别提到，其实很多电视台的员工也都是跳来跳去哦。那这些员工其实是我们最在意他们未来的工作。那另外，当然我们也认为说 ，NCC 独立行使职权，未来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是不是也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制度哦，让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监督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机制是确实是非常独立，而且非常的完善哦。那媒体的自律跟公开透明的监督也都是必要的。那主要的重点就在这里，但是有心人呢，却要故意的带风向、断章取义，这个我觉得是有点过度解读。但我相信大家也都期待这个媒体其实都是能够扮演好第四权的角色。我也会觉得说，因为其实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嘛，那在这个隔天就是关了一个新闻台，我会觉得台名其实有点不常，会大家做这些。其实我昨天也特别提到，现在网络世界也非常的发达，其实要发声的管道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中天还是之后会持续在网络上继续的去发声，所以我觉得说对台湾来讲，当然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民主自由，而且以人权立国，甚至未来也会有这个人权委员会等等哦，所以我相信其实人权绝对是我们台湾最重视的一个价值。没有，也没有剪头发。那有时间换枕头套？其实那个不是枕头套，那个本身就是枕头。我是平常有套枕头套的，那个枕头也是已经用了10年，然后我也很喜欢，睡起来非常的舒服。所以只要套上干净的枕头套，根本感受不出来里面是怎样。这样。那个多久洗一次？那枕头没有洗，枕头套有洗，枕头不用洗啊。就是枕头套我都会，就是偶尔会洗一下。那个就是因为枕头套拔下来送那个洗衣机洗了，所以到现在没有套上去而已。我们有时候想办法换一个枕头。其实我家有在卖枕头。所以我妈说怎么不回家拿一个新的枕头？但是我觉得睡起来很舒服。这样，我的棉被也是我们家买的。我有想过要找那个整理师来帮我。对，有人说啊，你是不是要买扫地机器人，或者是就是你们家可以整理下来？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整理。那东西都很多，地上什么到处都是东西，所以扫地机器人也没办法来扫地。那如果找人家来整理，我不知道，因为那里几乎也没有什么收纳空间，因为一开始房东就已经是出租的，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东西只能堆的一个空间，所以这点是一个比较困扰的地方。对，那因为这个是有被提到说，就是你买一瓶原价可以10万，那你自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事情不太符，帮我讲一下。对，因为昨天媒体有很多错误的报道啦，这几天，然后都是来自一个网络的错误资讯，包括说我什么涉嫌隐瞒停车位，但是我都是依照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申报，停车位并没有独立的产权，而且是附属在建物是公设的一部分，这个完全都是依法合法申报，并没有隐瞒漏报。那另外关于这个购买的价格，在我购买的那个时间点，在实价登录上都可以查得到，均价就是51到57万上下，甚至我买的价格也不是最低的。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拿什么2年后的成屋的最高价，那整个楼层跟这个价格跟这个就是里面的状况都完全不一样来做类比，是明显是恶意的带风向、混淆视听。那我觉得媒体也应该要确实的查证啊。那有很多的报道不实，我也是希望媒体能够更正。谢谢。可能就是囤物症的一种吧，就是很难去割舍很多东西，所以东西才会越来越多，觉得每一样都是舍不得丢，所以才会这样。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嘛，我不知道，就是囤物症。当然，我也问过很多医生，医生说这个不用治疗，就是丢掉，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相信我昨天 po 出来之后，发现很多人都跟我就是有这种，就是你知道。就是互相呼应，说他们原来也跟我一样，所以我觉得找到很多共同的朋友，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居住空间真的越来越小，然后像我们这样子很有囤物症的人，确实会
觉得说怎么样去把这个收纳能够整理得更好、更干净，有个舒适的居住空间，真的蛮重要，需要好好的学习。我觉得要不要就是实施断舍离？对，我觉得断舍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人生就是有时候就是要有舍有得，那就是到现在我就是这个部分我真的要好好的检讨，就是到底要怎么把家里整理干净。因为我也曾经一度努力过，就是想要整理，但是后来发现说，再怎么整理也是越来越乱，所以就觉得干脆放弃了这样。好，谢谢大家。